苏志芬认真执行提法案，争取经费固定。张家军不开会，公都农打分数不及格，待观察。白白做关键派查协作业，大数6千爆炸。苏志芬要求大数10亿回馈金30亿农业安定基金入公库，接受议会监督。我咱农民请农机、请设施、请温室、请网室。张英利、张立宪、张家军3个人轮流做县长、做立法委员。大数无半角银的回馈金入公库，他会查遮多的，你敢要相信的？正月11日选举，竞争新兴新意的乡亲，咱全力支持。青年参政，认真打拼，听小咱乡亲的立法委员登记第2号苏志芬，拜托拜托，感谢感谢。认真见分单，专业见冷暖，老实见白贼，良心见乌金。正月11日选举，认真见。哇！